上一集我哋抽出咗5大發炎元兇：加工肉、反式脂肪、精製糖、精製碳水同埋失衡嘅 Omega 6。避開敵人只係第一步，今日我哋要反手為攻，為我哋嘅身體招募一支最強嘅滅火隊。呢支軍隊就係傳說中嘅抗發炎超級食物。呢啲食物唔單止好味，仲蘊含住強大嘅天然力量，可以好似消防員咁，直接撲滅你體內嘅無名火，修復受損嘅細胞。連哈佛大學嘅專家都指出，地中海飲食之所以被譽為最健康嘅飲食模式之一，就係因為佢充滿咗呢啲抗炎神物。今日我哋就為你精選其中最強嘅10種，準備好未？我哋嘅滅火隊隊員即將登場。第10位同第9位，我哋一齊講十字花科蔬菜同綠葉蔬菜，例如西蘭花、羽衣甘藍、菠菜，佢哋係最基本亦係最重要嘅滅火隊員。佢哋富含一種叫做蘿蔔硫素嘅強力抗氧化劑，可以啟動我哋身體嘅排毒基因，直接減少發炎因子。點食最好？西蘭花最好蒸幾分鐘就食，可以保留最多蘿蔔硫素。而菠菜、羽衣甘藍就可以輕輕炒，或者加入你嘅 smoothie 度。第8位，莓果類，藍莓、士多啤梨、紅莓，呢啲色彩繽紛嘅小炸彈，其實係抗炎嘅甜美武器。佢哋嘅秘密武器就係花青素，呢種天然色素可以抑制身體入邊一種叫做 NF-kappa B 嘅發炎總司令，從根源阻止發炎信號。有研究發現，持續食莓果嘅人體內嘅發炎指數明顯較低。好多荷里活女星，例如 Jennifer Garner， 都係靠每日食莓果嚟保持年輕㗎。當早餐食、做沙律或者就咁當零食都得。雪藏嘅莓果營養價值一樣高，仲更方便。第7位，肥美嘅魚類，三文魚、青魚、沙甸魚，佢哋就係我哋上一集提到最強嘅維和部隊 Omega 3嘅主要來源。Omega 3入面嘅 EPA 同 DHA 可以轉化成一種叫做 resolvins 嘅物質，佢嘅作用就好似戰爭結束後嘅清理小隊，專門負責清除發炎戰場留低嘅廢墟，並且發出停火信號。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星期至少食2次魚，就係為咗確保我哋有足夠嘅 Omega 3去平衡身體嘅發炎反應。怕腥味可以試下用檸檬、香草一齊煮。如果真係唔食魚，可以考慮高質素嘅魚油補充劑，但記得先問下醫生意見。第6位，牛油果，呢個綠色嘅寶石充滿咗健康嘅單元不飽和脂肪，係一種溫和但有效嘅抗炎劑。牛油果除咗有好脂肪，仲有大量嘅鉀同鎂，同埋一種獨特嘅抗氧化物叫類胡蘿蔔素，佢哋可以保護我哋嘅細胞免受發炎引起嘅氧化壓力傷害。有研究甚至發現，喺漢堡入邊加一片牛油果，比起淨食漢堡，餐後嘅發炎指數升得明顯較慢。整牛油果多士，做沙律、打 smoothie， 甚至直接食都得。每日食半個就係對身體最好嘅投資。第5位，堅果類，特別係杏仁同核桃，佢哋係隨手可得嘅抗炎小食。核桃富含 Omega 3，而杏仁就有豐富嘅維他命 E。維他命 E 係一種強力嘅抗氧化劑，可以保護我哋細胞嘅外層細胞膜，唔俾發炎因子破壞。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一篇長期研究指出，每日食適量堅果嘅人，因為慢性病死亡嘅風險比唔食嘅人低 20%。每日食1小撮就夠，大約係你手心咁多。記得揀無鹽、冇額外加工嘅原味堅果。第4位，特級初榨橄欖油，佢係地中海飲食嘅靈魂，亦係抗炎飲食嘅基石。佢嘅秘密武器係一種叫做 oleocanthal 嘅天然化合物。有趣嘅係，科學家發現佢喺體內嘅作用機制，竟然同我哋食開嘅消炎止痛藥布洛芬非常相似。大量研究證實，長期食用橄欖油可以顯著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，甚至對預防認知障礙都有幫助。點揀？一定要揀特級初榨 extra virgin 嘅，因為佢保留咗最多嘅抗炎成分，用嚟做沙律、涼拌
或者低溫煮食都得。第3位同第2位又係一對兄弟，薑黃同薑。呢兩種香料係亞洲人廚房嘅寶物，亦係自然界最強嘅消炎藥之一。薑黃嘅主要成分係薑黃素，而薑就有薑辣素，佢哋可以直接抑制多種發炎路徑，就好似一個經驗豐富嘅指揮官，可以同時平息幾場叛亂。印度人嘅關節炎發病率相對較低，好多研究都認為同佢哋飲食中大量攝取薑黃有關。點食？薑黃可以加入咖喱或者整黃金奶，薑就可以用嚟煮餸、焗茶。記住，薑黃最好同少少黑胡椒一齊食，吸收率可以大增20倍。終於嚟到第1位，最強嘅抗炎神物到底係邊個？佢就係綠茶，冇錯，就係呢杯我哋平平無奇日日都飲嘅綠茶。點解係佢？因為綠茶入邊有一種獨一無二嘅成分，叫做 EGCG。EGCG 嘅抗氧化能力係維他命 C 嘅100倍，佢可以保護我哋嘅 DNA 免受發炎同自由基嘅損害，從最根本嘅層面去抗衰老。全世界最長壽嘅地區之一，日本沖繩嘅居民，佢哋嘅長壽秘訣就係每日飲幾杯綠茶，每日飲2到3杯就足夠。記得唔好用滾水沖，大約80度嘅水溫就最可以保留 EGCG。10大抗炎神物已經全部集結，由蔬菜、水果、好脂肪到香料同茶，佢哋就係你身體最強嘅盟友。記住，抗炎飲食唔係要你食得苦悶，而係要你食得聰明，食得多姿多彩。嘗試將呢啲食物加入你每日嘅餐單，你嘅身體一定會感覺到唔同。喺下一集，我哋會進入實戰，我會為大家設計一個完整嘅1日抗炎餐單，由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到小食，教你點樣將呢啲神物完美融入你嘅生活。如果你已經等唔切，想改善自己嘅健康，就記得訂閱我哋，同埋撳着個鐘仔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Health Station 同你一齊建立更健康嘅生活。我哋下集再見。